再来看北宜公路新北市到宜兰哦，有真侪人爱骑奥多拜往来。警方最近3个月伫这路段掠到超过400件奥多拜违规改装。昨早起8点外，佮发现有4台改过奥多拜，要甲伊临检验过，因煞走互警察了。这几台奥多拜赶正紧，看到头前有警察，赶紧动来，一人驶一边赶紧走。为着要闪避警察，有几多台奥多拜伫咧大路顶、大口湾、国外过中线，警察为这个出入口也是对两边逃走。见事部改装机车见警车后急停路旁，眼神慌张，疑似司机躲避拦截。未料远警上前拦查时，该4名驾驶人即四处逃散。伫初7早起8点外，几多个骑奥多拜人看到警察了，想要走，警察伫咧后壁立，要让警方抓到一台。这台奥多拜改装引领，佮保装最后镜，开2张红单予伊，相关罚超过1万块。另外3台走去的也依照不法稽查给开单。叫我赶快去管啊！要赶就不要怕啊！等到代志发生的现场是伫咧北宜公路，虽然一寡骑奥多拜人正伫咧遮批车，不过违规改装，互人查到的，伫最近3个月就超过400件。飙车声就像这个雷鸣一样，整个有时候早上都睡不得安宁呐。听到救护车，我们大概就知道前面又发生车祸了啦。我觉得那个区间测速根本就没有用的啦，大家都很聪明啊，他在起点他照样飙啊。他飙到终点，他就停在那边，他抽个烟在那边等时间啊。除了改车个人涉及到违规，在地居民讲，这款奥多拜声音真大声，引领瀑布叫，因暗时拢袂困的。新北市环保局回应讲，将会依照错行管制法来办理，相关会当罚3600。记者综合报道。